哎呦，啊，拄则出去，甲我欢欢喜喜，啥转来咧哭啊，遮伤心，是安怎？你甲妈妈讲啊？莫怪我会伤心啊！你知拄则是谁敲电话约我出去的？毋是你男朋友哦？毋是我的男朋友啦，是因爸爸。啊，是讲因爸爸打电话找你，是甲你讲啥，互你转来哭到安尼啦？伊叫我以后袂个甲民雄来往啊。是安怎？是安怎叫你两个袂再搁来往？是安怎啦？因为因爸爸伊毋知影咱是开旅社。妈，伊搁误会咱是做，伊讲你啥物做啥物乌龟，啥物趁有不正当的钱。你甲这个民雄啊，咧交往的时阵，你有甲伊讲咱兜咧开旅社无？因后爸敢袂毋知？因为我知影因兜足有钱的，搁开足侪间公司的。啊，咱两个开一间细间的旅社，我毋则无甲讲。而且阿伯，伊搁亲身来咱的旅社交关，搁叫小姐。哎呦妈，啊你是要安怎啦？伊误会咱遮尔亲着。哎呀，戆查囡仔咧，但你也毋是毋知影啦。通北头遮的饭店啦、旅社是倒一间哦，无咧互人客吼咧啉烧酒，会酒发的，啊算落去，倒一间无迄落小姐咧陪人客安尼开讲啉烧酒的，拢嘛是有。啊，即落哪有算啥物无正当的钱？你是咧后壁讲啥啦？为虾米因会因为咱开旅社，怎叫我甲文娘啊袂使做伙？文秀啊，想较开的啦。等你啊遮少年，搁遮尔水着，敢你惊讲哦，交无搁较好、搁较理想的对象，你讲对毋对？既然人甲伊哦看咱无着，我看从今以后，你也是莫去找伊啦，毋通搁再留恋啊啦，知影无？妈，你知影伊搁讲足侪歹听的话来甲咱侮辱，你知无？无伊是要搁讲啥物话来侮辱咱？你讲啊！我袂讲。文秀，文秀啊！哎，好啦，啊无我较外头去敲看卖吼，多谢你啦。奇怪咧，啊文秀啊，这两三天是我特别敲电话去，人拢无伫。唔对哦，一定超工无爱接我的电话。我你安尼规工啊，小叮当啊，电话直直敲，你到底是拢靠什么人啊？较济啦，我啊都小费啊，爸歹势，我拄仔超到我啦。你甲伊超到业条。爸，啊都吼，即几工啊，我感觉这文秀安尼怪安尼。我敲电话去，逐摆拢讲无伫的，这明明就是不爱接我的电话。还佫有啊，我当时因来收到，我敲电话来厝里找我，即摆拢毋捌咧敲了。哎，即摆查某囡仔迄心肝，互咱抓袂着。我咧想可能是变心啊啦，你知？查某囡仔外口是踢倒鸡啦，看你要交倒一个，你做你去交，恁老爸绝对袂反对你啦。啊，若讲到文秀的这查某囡仔，我看恁莫交啦，吼。啊，我是安怎莫交文秀啊？男女之间爱着较啥物事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是安莫交伊。其实哦，我讲互你听啦，文秀啊，伊甲咱骗啦，伊骗讲做因兜是咧做啥物旅游业的啦。我去探听，结果毋是啦，因兜是咧开落迄细间旅社，兼迄落地下酒家，刷来去吼，拢有迄查某伫咧陪酒，你知影毋知？啊，因老母伫咧做头家呢，因老母就是等于吼做老苍头，啊，这老苍头的查某囝，你甲带转来哦，哎哟，我吓破我面底皮个。爸，啊，你意思就因为讲因厝咧做迄款的行业，你怎啊反对阮两个做伙？好当时你来甲我讲别项代志，我拢会当顺从你啦。都文秀的代志吼，我一定要硬甲伊做伙啦。无啊。高囝，借问咧吼，即摆是恁爸较重要，还是你的查某朋友较重要？哈？恁爸，阮女朋友，电铃来啊，我先来开门。你过来要创？陈老兵，来，等。阮先生啊，什么风甲你找来，敢有什么贵事哈？真简单嘛。我有替你通风报信啊，我总是袂使白讲啊，你袂听咱讲。好心爱有好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你坦白讲无要紧，看大家赚偌济。无偌济啦，10万好啦。一捆啊要甲因别摕到10万块，好你。真拄好啊！拄则阮对面迄阿凤啊，讲今仔日娶新妇啦，我本来就写一张支票吼，无乌线的10万块要甲互你啦。来，这张先互你。哇，
我等啊，嗯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人家我若有欠什么所谓，甲佢来骂我。嘿嘿，歹势吼，你尽量甲阮兜当做是徛家厝，莫甲阮兜当做银行。后工若无代志，尽量莫来遮讲你。好，无安尼，以后啥代志甲我讲，吼，啊歹势，多谢你啊。爸，啊，顶抓头抓来时，我毋是咧讲过，这个人看起来无生好人，你哪会甲伊安尼，敢若袂是足亲密的，煞来佫摕10万块互伊。哎哟，最近哦，算命都有甲我秃头啦，讲我什么犯小人、背人家啊，啊，真正有影去拄到这颗土匪啦，这个土匪叫做温金海啦。温金海，有你是咧中工，害阮两个对面生甲头晕麻。谁叫你对我说啊？谁叫你对我头晕梦啊？无聊。李阿哥啊，啊你到底是有啥物心思，是咧想啥代志？敢袂当讲来听看卖？我想真奇怪咧。那阿海呀，因两个伫咧房间，哦，敢若安安啊静静咧啉酒，上计是叫妹妹来坐台安尼啊。嘿，嘛原来无做对不起，还是讲对头家娘有啥物危险的代志，对毋对？其中比如缘故。哎呀，若讲别人我毋知啦。若讲阿海啊吼，但我毋知怎物困破几顶面床尔啦，我太了解啦。伊迄吼就是哦，会单位讲袂落雨啦，伊是哦爱面子啦，来抢一个厝啦，伊根本都毋敢闹代志啦，安啦。那安尼真久咧，安啦。嘿，我若去想到迄间的代志，我嘛感觉真奇怪呢。因入来到地安尼老神在在，一直啉，爱小费，原来照常安尼，吼，噗噜撇来，一直撇落去咧。嘿，咱毋通想讲安尼就无代志呢，咱有爱提高、提悬即个境界呢，爱预防啊。对，无预防袂情。嘿，向阳哪会这么安静？这就真奇怪。我咧讲，先下手为强，好，带来找因。真难。等阮两个偌久无斗阵啦，阮哪知伊即摆去倒伫底？对啦，李阿哥啊，你即摆叫我走去找伊，路满市川呢，毋拄来甲你去骹动手，你要安怎？要当大家来当，对毋对？啊，人嘛减啦，一人一条命安尼啦。若要拼来啊，像水也毋知的啦。哎哟，水，李阿哥啊，哎哟，我咧做人哦，哈，这世人头一摆看到像你遮痴情的男性啦。了解我。这间旅社虽然是头家娘开的，啊，不过你敢若袂输是头家呢？早晚的代志安尼啦。文秀啊，哎呦，今人找你一个人，啊，竟然遮啉烧酒，啊，你啉烧酒，你心内是咧创啥？你来找我，我给你。你，哎呦，这个早起人真少要叫你嘛，你快来啊！文秀，妈妈知影你的心情，我知影你即摆真艰苦，但不过，咱无论拄到偌大的这个困难。你拢爱坚强，爱坚强，知影无？唔通为着一个查甫囡仔，你就来变甲安尼啦！妈，你袂了解，我对林勇啊，一定系了真正的感情。妈妈知影你哦，对伊已经有感情，也毋过人互伊老爸讲啊足白呢。你都爱死心啦！是当时恁老爸过身的时阵，我嘛是安尼哦，足艰苦的，规落摆拢想要对伊去。也毋过，我若想到讲迄阵仔你还阁汉尔细汉，我是足毋甘的啦。我只好忍耐了我的痛苦，为着要请用你，来做了这个生意，才互人看无够重。文秀啊，
你得学较巧的，唔通遮尔啊戆。知影无？你啊看，为着一个查甫的，你都咧遮尔消极，你实在我足伤心的，你知唔？妈，唔通讲，无要紧，人搁来找。凭你的条件哦，我相信哦，要找搁较好的查甫嘛是搁有啦。你莫安尼想袂过，你安尼想袂过，你叫妈是要安怎都好。妈，我读的我拢无爱，我只要平庸，我要搁要平庸。妈妈知影啦，知影你爱伊啦，你敢真正无伊袂用的哟。同某，你莫甲伊解释，甲爸爸讲，咱是做正正当当的生意，你嘛毋是老苍，就算要互我甲明阳啊分开，上妈妈互因知影，咱是清清气气咧做生意，我毋才会甘愿。服务员啦，入来啦。请问，你，请问何当时你有伫咧无？是啦，是我本人啦，唔知有啥物贵事，遐济啦。我甲伊介绍我家己啦，我是文祥的老母啦。文秀的老母哦，阿妈，你来遮安行啦，坐啦坐啦。阿姆啊，唔是啊，迄个这位女士啊，你今仔日来敢有啥物代志？我是听我的查某囝咧甲我讲，你叫我的查某囝甲你的后生唔通搁往来啊吼。敢若我捌讲安尼过是无毋对啦。我是想要请问何先生，你毋知啥物原因要拆散这对少年人吼？根据我所调查的结果吼，是感觉讲恁兜是伫咧开款细间旅社啊，佮兼地下酒家，听讲佮有足侪查某伫伫咧陪人伫食酒啦。阮兜的即个门风哦，甲恁兜的门风哦，袂当互对啦。所以我才决定安尼做的。搭天开开旅社哈尔啊济着，你甲看，三骹无一间了。哪咧开旅社查某囝，毋着拢嫁袂出去啊？何先生啊！哪有着为着即种代志，要叫因少年人分开啦？我的意思是想讲吼，我也是为着阮后生哦，伊将来的事业吼，甲我即个面子问题吼，所以我才决定安尼做的啦，歹势。你为着你后生的即个前途，这我会当体会你做老爸的心情啦。你敢知影讲，我即个做老母的即个心情？我为着我的查某囝，我嘛是安尼拼死拼活呢。拄我的翁婿吼，拄我来过身10外冬啊啦。自伊过身了后吼，我嘛无搁再找对象啦。主要嘛希望讲会当专心一意来请养我这查某囝长大成人，了后通互伊找到一个好的即个对象。嘛真有缘，拄好我去介意着恁明阳啊，两个少年都也真意爱。阮查某囝嘛足欢喜的，哪知影讲无代无志你去甲伊讲遐个话，互伊转去了后，煞安尼足伤心的。逐工都安尼哦，目屎流目屎滴伫咧过日子。何先生啊，我嘛希望讲哦，你会当体会我这做老母的心情，你搁心中考虑一下好无？我失陪啦。无啦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。明阳啊，假使讲恁老爸若毋准你搁甲阮查某囝来往，我嘛希望讲以后你莫搁来找阮文叔啊。若无，我是会去告你诱拐阮查某囝。阿妈，阿妈。